台南神华庆安宫在2024年的最后一暝来举行着卡钟祈福的活动，而且来发送着妈祖祝福的转年开运的金币，要祝大家大发财。迎接新的一年，台南神华庆安宫伫12月31日暗时11点15分，甲全台南市庙宇同时敲钟祈福。现场有真侪信众专工带囡仔来，虔诚向妈祖上香祭拜，祈求新的一年会当顺利平安。会当来保佑，互大家会当安尼心想事成，吼，大家会当安尼一切拢平安。由神华区长敲第一响。后来民众依照号码牌完成敲钟祈福的愿望，现场阁有送妈祖所祝福的转年开运金币，好大家伫新的转年会当开运发大财。伫敲钟祈福活动未曾开始进前，庆安宫阁邀请配影戏的剧团来搬互民众甲囡仔看，同时伫寒冷暗暝，阁煮圆仔汤，互遮的信众食平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